主后2025年6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你祈祷的是甚物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12章第10到2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2章。差不多迄个时，迄个王下手迫害教会的一寡人，用到太师约翰的兄哥雅各。伊看出即个代志有互犹太人欢喜，就煞落去掠彼得。即个代志伫除酵节的期间发生。伊掠彼得，甲伊关落监，交互4班的警卫固守。逐班有4个兵。希律按算要伫搬过节后，甲伊押出来，伫众人的面前审判。彼得就安尼互人关伫监里。教会为着伊对上帝迫切祈祷。希律要押彼得出来审判的前一暗，彼得困伫2个警卫的中间，互人用2条铁链连缀，阁有警卫伫门外固守。忽然，主的天使徛伫遐，有光在照监房。天使搭彼得的肩头，甲伊叫醒，讲：紧起来！铁链就对伊的手拉落去。天使对伊讲：约大下勒，为清勒。彼得就照安尼做。天使阁讲：外衫抹落，对我来。彼得就缀伊出去，毋知影天使在做的是真的，想做是咧看异象。因经过警卫所第1关甲第2关，来到探入城迄个铁门，门自动开，因就出去，行过一条街。天使随时离开彼得。彼得一个醒讲：当我真正知，主找伊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，甲犹太人一切的计谋。伊明白即个情形，就去约翰嘛叫做马可的老母玛利亚的厝，伫遐有真侪人聚集咧祈祷。彼得拍外门，有一个女婢叫做罗代出来要开门。伊认得彼得的声，欢喜甲袂顾得开门，就走入去报告讲彼得徛伫门口。因讲：你咧起狂。伊坚持讲有影，因就讲：安尼一定是伊的天使。彼得一直拍门，因开门，看到彼得非常着惊。彼得比手叫因安静。甲因说明主带伊对监狱出来的经过。彼得阁吩咐因将即个消息报告雅各甲众信徒，就离开去别个所在。天光的时，兵士毋知彼得去倒位，就乱吵吵。希律叫人去找，毋过找无，就审问看守，下令甲因处死。这代志以后，希律离开犹太，去凯撒利亚住伫遐。当时，希律对太尼甲西顿的人民非常生气，因就派代表组团去见伊。因大声说服宫廷的总管彼拉斯都，设法互因通去见希律，对伊求和，因为因的粮食靠王管辖的地区在供应。伫约定的日子，希律穿王服，坐伫座位，对人民演讲。众人一直在话讲，这是神明的声，毋是人的声。主的天使随时甲希律拍倒，因为伊无归荣光互上帝。后来伊互唐家就死去。上帝的道，主传开如兴旺。
巴拉巴甲扫罗完成因的任务，就带叫做马可的约翰做伙离开耶路撒冷。你祈祷的是甚物？我伫庄脚牧会的时，有一位做事的老信徒分享伊自身的经历。伊讲起家己一世人靠种田为生，某一年却经历严重抗旱，眼见辛苦种的作物得要欠收，伊袂禁得心急如焚，为全家的生计担忧。伫迄段时间的教会祈祷会中，牧师常常带领兄姐为了好迫切祈祷，伊也做伙参加祈祷会。每当兄姐为生一念，牧师就带领众人迫切祈祷。主啊，阮相信你是掌管万物的上帝，求你怜悯阮，赐落甘霖。伊虽然也缀咧祈祷，心肝底却充满逐种担忧。假使雨要是落袂落来，要安怎？万一今年的作物欠收，厝年要安怎是好？因为安尼，每次祈祷了后，伊嘴里虽然讲凡事交托予上帝，内心却忍袂住，计算会当甲什么厝内的物件先卖掉来度过难关。过了一段日子，久久无来的雨水将伊对天降落，伊完全无想到雨水带来超出伊想象的结果。迄一年的收成比往年拢搁较好。当众人为着安尼欢喜感谢上帝时，伊常常感觉相当见笑。这件代志成做伊信仰的重要一课。伊一生记牢，真实的祈祷毋单单是嘴里讲讲的尔，着爱专心信靠。有这个经历，伊每当困难祈祷了后，拢无搁再忧虑，是相信上帝必定用上好的方式成就伊的旨意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咱看到初代教会信徒遭遇到的迫害持续加深。伫《使徒行传》十一章之前记载的迫害，拢是来自犹太宗教领袖，但是对12章开始，对教会的迫害已经有新的转变，就是统治者的加入。安尼的转变也互咱知影，原本对基督徒的迫害是宗教事件，现在已经变成做是政治迫害事件。当雅各成做使徒中第一位殉道者了后，彼得也互希律王抢拿，囚禁踮监狱中，性命堪忧。彼得伫监狱受到严密监视的时，教会信徒拢为着伊恳切向上帝祈祷，所以上帝差派天使，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救彼得脱离灾害。彼得脱困了后，来到信徒聚集祈祷的所在拍门。讽刺的是，当因听到鲁比罗代讲是彼得在拍门的时，这名原本为彼得恳切祈祷的信徒，却毋相信罗伊的话，甚至讲伊虚空。咱诚侪基督徒，你拢离袂开祈祷的生活，但是咱敢捌好好问家己，我伫祈祷甚物？这个问题所指的，并毋是祈祷的事项和内容，是指祈祷的生命态度。咱是毋是伫基督中喙唇振动，心却无振动咧？是毋是常常一面祈祷，却也是一面烦恼？
祈祷是咱向上帝表达信心的行动，但是真正的信心却表现伫祈祷了后的态度顶面。假使咱一面祈祷一面烦恼，祈祷就成做形式，信心就互烦恼取代了。默想，当我祈祷时，安怎真正甲忧虑放下，完全交托上帝，真实经历上帝信息可靠，要成就伊的美意。当我祈祷时，安怎真正甲忧虑放下，完全交托予上帝，真实经历上帝信息可靠，要成就伊的美意。咱来祈祷，怜悯的主，求你带领我进入真实的祈祷中，伫仰望依靠你的过程中，经历你奇妙的作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拢永行平安。